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寻找客家先民的开垦足迹也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。在清朝，许多来自桃竹苗的客家移民到了宜兰东山，为了因应当地洪水容易泛滥，因此沿着河流及大圳兴建了许多堤防。同时，为了感谢堤防的护佑，所以出现祭拜堤防的特殊祭祀方式。李老师，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个拜伯的习俗？因为以前一个地方都那个河流都乱流啊，大家都成灾，对不对？日本时代，然后再做那个堤防，就是补堤防那个补，是不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对，这是现在在做的，以前都很简陋了啊，所以为了就自己安全，还有自己的那个信仰啊，还有安慰啊，他才拜伯。就拜伯意思就等于拜那个水神。这个拜伯的习俗有多少年了？差不多70、80年了。那通常都是什么时候会来这里祭拜啊？差不多农历12月16日啊，这一天就等于是做尾牙嘛，还有就是我们谢平安。李老师说，拜伯的意思是要祭拜水神、伯公跟好兄弟，每年在固定的日子祭拜，不能随意张罗，才不会失礼冒犯。而早期堤防溃堤时，时常伤亡惨重，农田房屋都被冲毁，因此在地居民也会互助集结，轮流巡逻堤防的状况，渐渐就形成了一种固伯的文化。很多年轻人啊，大家都好像现在那个社区发展，就是社区互相互治那样啊，大家都忽悠起来啊，都那个砍那个竹子啊，沙包啊，差不多1、2点的时候，大家都来这里建一直过。我们一些那个女人啊，都用跪在那里这样祈求。真的哦，很可怜，你没有经历过的，好可怜。原来早期不畏艰难到此开垦的客家先民，为了适应这个容易遭洪水侵犯的地形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团结起来。男丁负责轮流巡视堤防，女生洗手在堤防边向水神祈求，大家同心守护村庄的安全。这种相互合作、不分你我的凝聚力，让我对客家先民的团结感到由衷的佩服。